回来了。够晚的呀。上楼吧。伯父，晚安。你不怕我跑了？还跑？你要是不靠我，我就不跑。好吧，那我不靠你。饿吗？有一点。那我去给你拿点吃的。这是7天诺言的第5天，案情进行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。在验钞机生产出来4名导师的危机开始出现平复的曙光时，对手新一轮的攻势又来了。在这次较量开始的时候，所有参与事件的人都没有想到，他们将被卷入那样一场惨烈的斗争中。哎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来，程队长，程处长，快起来！省厅于厅长来了，他本来要上来的，给我难住。谢谢你，局长，拦得好。还有，那个香港探员程子坤过来了，你马上下来跟我去跟于厅长碰一下头，就去机场去接他。小磊，有没有赶紧乘车？你们俩抓紧时间啊！好嘞。头上有点。于厅长。今天是第5天了，你们有什么进展没有？省委领导过问下来，我没法回答。厅长，针对这批假币的验钞机已经生产出来了，估计今天能够生产出500台，基本上能够满足4名导师货币流通的需要。封锁了这么久，那几批假币呢？那可是定时炸弹啊！现在嫌疑人已经找到了，正在搜集线索。以目前的封锁状态，假钞他们是运不出去。你们要做具体的工作，这样的解释方法，不但我不满意，省委领导更不会满意。我们是在抓紧时间排查线索。小磊，体贴，这可是你自己的承诺。连今天，你只有3天了，我在等你们的结果。厅长，时间紧迫，我们必须要有紧急措施。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，都和宝龙公司有关。我们现在正好抓住宝龙公司走私这个突破口，狠狠地打他们一下。
我希望批准查封宝龙公司。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。小磊，你的看法？我的看法是，越早查封越好。这样不仅可以杜绝宝龙公司以正规渠道走私贩私，而且案犯会因为匆忙而露出破绽。好，我拍板，你们放手干。老唐，你要全力支持他们，但要记住，不要违背你们的诺言。兄说，昨天傍晚5点钟，3号码头的货被赵文忠提走。你们干嘛？告诉我邵金然的住址。哦，找江少威，是个好办法。说吧。公司有资料登记，干嘛这么紧张啊？哎，大队，好像咱们客人来了。来的未必是。